好啦，以上今天有些困过后啊，转到福起来嚟俩节目嘅现场，今比系8日何康健来报道嘅单元咯，同乡亲朋友人向下来关心嘅，哦，俩是系内癌，咁用选来防治，韩国呢，咁用选来做俩个治疗，好用选来做俩个，你讲香港你讲到呢度，比如讲香港治疗过后啊，有的副作用呀，就我讲渐渐要多我来注意嘅所在，那讲乡亲朋友，唔知道讲有问题，像我哋每人现场嘅护理师哦，也系喺呢裏邊哦，做下試的啦，吼，唔是生意是打電話，你下年係像夾轉到也節目當中，我請美娟吼來大家來講下吼，真是啦，做係講無下年啊，係講有13年就差不多一個內癌嘅時節啦，吼，可能有朋友都出講，係咪你無下年有安樣嘅，你講乜嘅基因嘛，而家講你嘅生活習慣各方面咧，一個引起嘅，嗰種年都有人講乜嘅係高危險群，吼，一時節，你下會速度一個內癌嘅，係咪有研究啊？嗬，有乜嘅用嘅年下會速度？哦，呀，嚟應用也會有準備到呀，思考，係，呀，講啊，嗬，癌其實乜嘅癌症就強樣，嗬，呀，人嘅身體底部有差唔多啊，嗬，四成嘅，應該講4%咧，嗬，癌症嘅基因，做4%嘛，嗬，4%嘅基因，係，可是啊，嗬，唔會讀到啊，嗬，按呢，咁樣講。一個特別嘅機會，真有可能會發生，嚇。呀，內癌嘅話，嚇，就婦女朋友嘅話，就會講假基因地方，有一種到 BRCA1、CA2 安尼基因，嚇。假使講嚇，媽媽也係自家本身嘅姊妹有得過內癌嘅，嚇，假基因地方就對安尼啊，嚇，就開有安尼高危險群，嚇。過來嘅話，嚇，就講啊，嚇。人家熱是來到較早啲嘅人，嚇，差唔多12歲以前就來嘅，也係講啊，嚇，更年期，哦，延後嘅人，因為佢安尼嘅話就講，佢女性嘅荷爾蒙暴露嘅時間，嚇，較長，係，假使講啊，嚇，安尼女性荷爾蒙雌激素安尼，嚇，變動太大嘅話，咩會影響，係，嚇，嗰個再過來講啊，嚇，人家環境。好，有啲位啊，食啲東西，好高脂肪、高熱量嘅，好，嗰個啊，一下人，好，你嘅通過一條，底部有一條嘅化學物質，好，生長激素一條，人家假使講啊，好，當好食安尼高脂肪嘅東西嘅人，好，較老嘅安尼，好環境荷爾蒙嘅東西存留在體內，好，嗰個人家就較不得到安尼。哦，也就係講到，一下係講，朝也思考啲擺度，用來寫到嘅也條部分啊，嗬。韓國藝上貴人來講食東西嘅習慣來講，一下可能老王輩就冇強樣，頭個可能就較傳統嘅方式，可能做愛食飯啊，也係講自家來煮，自家來料理。一下咧，因為大家都較冇下嚟，錯嘛，嗬，可能就麵包啦，嘛嘅就係較呢片就好嘅東西，一可能老人講頭先提到嘅，嗬，也食東西嘅一個習慣要改變，咩有可能會引起一條問題。係，冇錯。好，一條部分按用來大家來講到，嗬。好，人講到呢個呢個內癌嘅部分咯，都也實際大家頭先講到嘅3期咪，歡喜嘅部分，真係係樣嘅款咧，做啲咩來留鄉親朋友嗬，來講下，真係嗬歡喜可能鄉親朋友都唔知講太期分咗幾多期，也看得到，也只係2期到4期，好，也真係一樣嘅款咧。也法嚇就係用假有轉移啊冇轉移，嗰個腫瘤嘅太細，嚇去分。佢假使係講啊嚇，到嘅內腺管底部嘅話，佢係慢散出去嘅，佢就算0期。我都內腺管頭先講到內腺管底部度嘅慢線散出去嘅時間，按照0期。係。假使係講啊嚇，像嘅腫瘤嚇，比2公分較細條嘅，係嚇，也係講啊嚇，佢有較大條嘅，係慢轉移出去嘅，係，佢就算啊嚇，第1期安尼。好，嗰第2期嘅話就講啊，太過5公分嘅，係，也係講啊，佢已經有雖然講啊，小於2公分，可是佢有2-3粒嘅淋巴結，好，已經擴散嚟，係，也就算到啊，第2期底部，好，第3期就係加嘅腫瘤太過5公分，係，好，嗰含有加嘅淋巴結。
吼，有4到5粒以上，係，也就是算第3期嘅。哦，係安樣係，再過來嘅話，吼，就係佢已經轉移到其他器官，吼，像肺，吼胃，吼個心臟，甚至骨頭，個都太腦。哦，安樣係，吼，也就係應講到呢癌來講，吼，佢嘅晚期嘅體體嘅情形係安樣係。唔過我應講到咧呢癌，吼，有啲朋友佢上班下佢都自家做檢查嘅時節啦，吼，講到一個檢查，吼，佢都可能上班下去醫院咩好，也講自家面度知道有一個啱嘅東西，一時節冇聽講係呢癌嘅，吼，咩還有分咗乜嘅纖維嘅囊腫啊，纖維囊腫也都，從也來講啊，吼，就還有分呢幾種係良性嘅咧。因為其實講啊，吼，也較常見咧，吼，除了黏腺發炎，吼以外啦，吼，也大部分就係啊，吼，很多個病人咧，婦人家，吼，較會有，吼，個較後生啲嘅就差唔多係纖維嘅腺瘤，係，佢就係黏腺管腦背嘅，吼，像人哋肌肉嘅組織，係，老黏腺管聯合啊，吼，生長嘅，吼。古時候也做人講纖維化嘅係纖維化，也大部分係良性咧，吼，佢會聽講吼，像人家熱水來加下，吼會中痛，吼，個是熱水過頭以後啊，吼，就會變色，就較唔會有感覺，係，安尼係良性咧。係，過來嘅話，吼，差唔多30歲到50歲左右嘅婦女，吼，佢會有一陣纖維囊腫。也就到人家黏腺管嘅腦背、較東背度嘅，吼，會到黏頭嘅隻地方，吼，拔出來嘅，係，佢有時誒，吼，佢搞唔清楚，到底係癌症，也係纖維。頭先講纖維瘤，係纖維瘤，吼，也係囊腫，係，嗰個其實今日我聽人家是強樣，吼，嗰時佢就可以講一是我來之前，佢就可能較明顯啲嘅，個體嚟講係，佢就較冇咁明顯，就較唔係有個唔爽爽嘅感覺嘅。係對，確實嘅話，吼，有啲人就搞唔清楚，最好嘅方式就係請醫生，吼，檢查一下。安樣型，吼，講到一個檢查啦，吼，人哋可能就自家當張面呢時節來檢查，好像有當到朋友啲啦，不過咩係係容易冇乜嘅清楚。好，然後最後嘅檢查時間就係等熱水過頭1禮拜，係到洗腎加下，係最後就是洗腎前，看一下度嘅天數度嘅洗腎間地方看，嚇，因為有驚嘅咩，嚇，先看一下切假嘅嚇黏固兩片，嚇，有對稱冇，嚇，嘅外表話嚇有冇強樣冇正常嘅變化冇，嚇，像講黏頭會入落去啊，嚇，也係講嚇，像咁嘅皮啊掉，也係會浮腫，嚇，嘅裂嘅喺度內會走來走去冇安尼，嚇，有裂嘅冇。假使講係冇嘅話，係正常嘅話，嗬，人家就可以過到嘅如意，冇係搽過水咪可以，係，嗬，先對定驚嘅，嗬，人家吃自家檢查，當然來做一擺檢查安樣去，係，就到黏頭，嗬，開始慢慢嘅，嗬，按摩，嗬，輕輕嘅鉗，嗬，將到腦背，嗬，向到底背向腦背，慢慢的，吼，像人哋螺旋狀嘅按摩。哦，按樣好。對，安尼範圍嘅話，差唔多就到肩胛頭，係，吼，到哎呀排骨下背嘅地方。嘅所在。係，對，吼，個哎呀鼠蹊下也嘅所在，就未愛來去檢查。對，2片就要檢查，吼，起點加下檢查一遍，吼，最後嘅話就講洗腎洗掉以後。係。到嘅臨床科，係，嗬，走嚟檢查啊，篩定嚟檢查，因為安尼唔篩定嘅體位嗬，可以留嘅黏固啊，嗬，往外推，係，安尼反而鉗嘅話，嗬，較明顯。哦，就較鉗得出來啦，將較鉗得到講，真係有問題啊冇問題哦，也就講到一個自家檢查嘅部分，也肯定都上我來請陳太子啊，應講美娟其實要講到一個檢查嘅部分了哦，按像你自家本身嘅下幾件係第3期咪咧吼，你太體有做呢啲嘅治療，韓國你做治療嘅時節啦吼，你講會有副作用咁樣嘅，你做啲先頭睇下，先頭講治療嘅過程咯。好，給治療嘅過程是乃是做嘅化療，
天疗，化疗老天疗用做，嘿。不过呢，做个化疗的过程不是当事者能够体会的。去家去做的时间，给甘苦抢去家地听听。这是人生中最痛苦、最难熬的阶段。要怎么说呢？才能够说不是当事者能够体会的啦？真的是不是一言就可以说出来？这真是一言难尽呐。嘿嘿嘿。当时给作为当时嘅时阵来做一个化疗时，乃是设一个清淡清淡的强菜，膳食纤维，那个有时给做化疗的时候，当然就安尼，规身的唔点样的规身都吃到东肉熟啊，肉都唔爽爽，东冇爽快，又烧又爱泡，还会泡，又上会发脾气，发牢骚，规身呢就热烘烘的，当然就安尼，真的是相当的痛苦啦，俺是调整自己的心情那就都会副卡安尼命东命西啦，听个音乐啦，俺请好听个日本歌的，俺个音乐就到去转在动态上，要不然就起点耳朵啦，伊老的啦。我就会去上通蛋糕，去爬山，就安尼调试自己的心情。古时候都做一讲到嘅匍匐讲真实嘞，然后要歌唱是才懂辛苦你们去讲慢慢的要调整心情请到为其他的事情做啦可能请朋友讲话啦，也讲去某杯行的也都好像真实啦每一3年度多事情的时间，有的人就懂乐观有的人呢都想讲，哎呀事情要勇敢下来，就可能这印象都艰苦，迄讲呢做得乐观来面对，当然唔系当事人，无法吐露去想象啦，也去真实。不过迄讲做得都来面对好好行出来。迄讲七家嘅来做一个检查，头先美娟来大家来讲过咧。香港呢头先又讲到咯也特期每一期嘅治疗方式无共样所来呢检查有呢地位检查，香港呢每一期嘅一个治疗方式有很样嘅，家下听嘛，咱个继续来请美娟来大家来讲到，先多聊。来聊下咯。